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嘅頻道。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而家全世界最叻嘅 AI 模型用一次要幾多錢？如果我話你知有一個模型嘅表現同 GPT 5.5差唔多，但係用佢嘅 API 成本只係 GPT 5.5嘅1/7，你信唔信呢？更加誇張嘅係呢個模型仲要係完全開源嘅，你可以免費下載落屋企部電腦自己跑。冇錯啦，我今日要講嘅就係震撼咗成個 AI 界嘅 DeepSeek V4。呢個模型喺2026年4月24號正式發布，一出嚟就引起咗全球科技圈嘅關注。喺我深入講 DeepSeek V4之前，我想先同大家講下背景。大家記唔記得2025年1月嗰陣 DeepSeek 出咗一個叫 R1嘅推理模型，當時就已經嚇親全世界啦。一間中國公司用有限嘅算力資源訓練出嚟嘅模型，竟然可以同美國最頂尖嘅模型正面較量，直接將 DeepSeek 由一間冇乜人識嘅研究團隊變成中國最出名嘅 AI 公司。而家事隔1年幾，佢哋又嚟一次大招，推出咗 V4 系列。呢次仲犀利，因為佢唔止係性能提升咁簡單，佢直情係重新定義咗 AI 嘅成本結構。好，等我逐樣同大家拆解。DeepSeek V4 一共出咗2個版本，一個叫 V4 Pro， 即係旗艦版，另一個叫 V4 Flash， 即係極速版。V4 Pro 嘅總參數量達到 1.6 兆，即係 1.6 trillion， 但係每次做推理嘅時候只會啟動490億個參數。點解可以咁呢？因為佢用咗一種叫做混合專家架構嘅技術，英文叫 MOE。你可以咁諗，好似一間超大型醫院咁，入面有幾百個專科醫生，但你嚟睇病唔需要全部醫生一齊幫你，你傷風就揾內科，骨折就揾骨科，每次只係啟動最適合嘅專家去處理你嘅問題，咁就慳翻好多資源啦。至於 V4 Flash 呢，佢細好多，總參數2840億，每次啟動嘅只有130億個參數，但你唔好睇佢細，佢嘅推理能力其實非常接近 Pro 版本嘅水平。佢嘅定位係乜呢？就係快、靚、便宜。如果你做嘅嘢唔需要最頂尖嘅推理能力，例如日常嘅問答、文書處理、簡單嘅編程任務，用 Flash 已經綽綽有餘。而 Pro 版本就專門用嚟對付啲高難度嘅任務，例如複雜嘅數學推導、大型軟件工程，又或者係 AI 代理嘅工作流。2個版本都支援100萬 token 嘅超長上下文窗口。呢個係咩概念呢？即係你可以一次過餵成本書入去俾佢讀，佢都可以記住晒所有內容嚟幫你做分析。好啦，講到大家最關心嘅嘢，就係錢啦。DeepSeek V4 嘅定價簡直係癲咗。V4 Flash 嘅 API 輸入價格低到每100萬 token 只係0.14美金，輸出都只係0.28美金。而 V4 Pro 呢，輸入係1.74美金，輸出係3.48美金。你覺得呢個數好抽象？等我攞其他模型嚟比較，你就知有幾誇張。OpenAI 嘅 GPT 5.5輸入每100萬 token 要5蚊美金，輸出要30蚊美金。Anthropic 嘅 Claude Opus 4.7就更加貴，輸入要15蚊，輸出要25蚊美金。即係話 DeepSeek V4 Pro 嘅輸出成本只係 GPT 5.5嘅大約1/9，而 V4 Flash 更加係便宜到離譜，輸出成本比 Claude Opus 便宜50倍。你可能會問，咁平係咪即係佢好差呢？答案係唔係？佢嘅表現其實好接近嗰啲貴到飛起嘅閉源模型。我哋睇下啲 benchmark 數據就知道，喺 SWE Bench Verify 呢個測試軟件工程能力嘅基準入面， V4 Pro 攞到 80.6%， 而 Claude Opus 4.6就係 80.8%， 只差 0.2個百分點。喺 Codeforces 嘅競賽編程排名入面， V4 Pro 攞到3206分，排喺全球人類參賽者第23位，高過 GPT 5.4嘅3168分。喺數學方面就更加勁，佢喺一個叫 Putnam 200嘅正式數學證明測試入面攞到81分，遠遠拋離其他模型。不過我都要老實講，喺某啲領域GPT 5.5同 Claude Opus 4.7仲係領先嘅。例如 Terminal Bench 2.0呢個測試命令行操作能力嘅基準， GPT 5.5攞到 82.7%， DeepSeek V4 就只有 67.9%。 但關鍵點嚟，你要記住 DeepSeek V4 嘅定價只係 GPT 5.5嘅1/7左右，甚至更低。用翻日常生活嘅例子嚟講，即係好似你去食自助餐，隔離嗰間收你700蚊一位，而呢間只收100蚊，但啲食物質素差唔多，得某幾味菜隔離間做得好少少，你話邊間更加抵食呢？所以有分析話，對於70%到80%嘅企業日常 AI 工作流嚟講，用 DeepSeek V4 已經完全夠用，剩翻嗰2-3成真正高難度嘅任務先至需要揾 GPT 5.5或者 Claude Opus 去處理。而家已經有好多開發者開始設計所謂嘅多模型路由策略，即係6-7成嘅流量行 V4 Flash， 遇到複雜任務先至升級去用 Claude 或者 GPT， 咁樣可以慳4成到6成嘅成本。跟住我想同大家講下 DeepSeek V4 背後最核心嘅技術創新。
因為正正係呢啲技術先令到佢可以又平又勁。第一個大突破就係佢嘅混合注意力機制。傳統嘅注意力機制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當你處理嘅文本越嚟越長，所需要嘅計算量同記憶體會以平方級別咁暴漲。你可以諗，好似一個飯局，如果有10個人，每個人要同其他9個人碰杯，總共碰嘅次數仲可以接受。但如果有1萬個人，每個人要同其他9999個人碰杯，嗰個數量就爆炸咗啦。DeepSeek V4用咗一種叫做壓縮稀疏注意力加上重度壓縮注意力嘅混合方法，令到處理100萬 token 嘅上下文嗰陣，單 token 嘅計算量只係 V3.2 嘅27%，而 KV Cache 記憶體更加只係之前嘅10%。呢個改進係革命性嘅，因為 KV Cache 正正就係過去制約長文本處理嘅最大樽頸位。第二個技術亮點就係佢哋喺預訓練嘅時候用咗一種叫做 Mullen 嘅優化器。傳統嘅優化器好似 Adam Wall 喺訓練咁大規模嘅模型嗰陣，容易出現唔穩定嘅情況。而 Neuron 優化器透過一種叫做正交化梯度更新嘅方法，大幅提升咗訓練嘅穩定性同收斂速度。講得簡單啲，就好似你學踩單車，傳統方法可能會左搖右擺，好耐先至穩定到，但 Neuron 就好似幫你裝咗一套輔助系統，令你更快更穩咁學識。加埋佢哋用咗超過32兆個高品質 token 嚟做預訓練，涵蓋多種語言嘅網頁、文本、程式碼、數學推導同科學文獻。呢個訓練量係非常之龐大嘅，等於係將互聯網上面大部分有用嘅知識都餵晒俾佢學。第三個好值得講嘅技術創新就係佢嘅2階段後訓練方法。傳統嘅做法係訓練完大模型之後直接做微調，但 DeepSeek V4 用咗一個好聰明嘅方法，佢先將唔同嘅專家網絡分配到唔同嘅專業領域去做獨立訓練，即係數學嘅專家去專門做數，寫代碼嘅專家去專門學編程，寫作嘅專家去專門練文筆。每個領域嘅專家都會接受監督式微調同強化學習嘅訓練。然後第2階段就係用一種叫做同策略知識蒸餾嘅技術，將所有專家嘅能力整合，翻入一個統一嘅模型入面。呢個做法解決咗以往 MOE 模型入面唔同領域知識容易互相衝突或者遺忘嘅問題。好似你先揾10個唔同專業嘅導師，分別教一個學生，最後再有一個總教練，將所有知識融會貫通，咁個學生就真正做到文武雙全啦。講完技術，我哋要講一個更加深層嘅故事，就係地緣政治。DeepSeek V4 有一個好重要嘅特點，就係佢唔只可以喺 NVIDIA 嘅 GPU 上面跑，仲可以喺華為嘅昇騰晶片上面跑。呢個意味住咩呢？大家知道美國一直用出口管制嚟限制中國取得高階 AI 晶片，但 DeepSeek V4 同時兼容華為昇騰950晶片，等於話中國嘅 AI 生態正喺度建立一條唔依賴美國硬件同軟件嘅新路徑。CNN 嘅報導指出，DeepSeek V4 係佢哋第一次專門為華為昇騰晶片做優化嘅版本。呢個係中國 AI 生態獨立性嘅一個重要測試。有分析師話，如果 V4 成功證明可以喺國產晶片上面高效運行，佢嘅影響可能比當年嘅 R1 更加深遠，因為佢加速咗全球 AI 發展嘅去中心化。好啦，講完 DeepSeek V4，我想將視野拉闊少少，同大家講下而家成個 AI 產業嘅經濟結構正喺度發生咩變化。以前大家衡量 AI 基礎設施嘅單位係乜呢？係 GPU 每小時租幾多錢？例如 NVIDIA 嘅 H100 每小時大約收2.95美金，H200 大約3.5美金，Blackwell B200 就大約4.9到6.5美金。但而家成個市場正喺度快速轉向一個全新嘅計價方式，就係每100萬 token 嘅成本。點解呢？因為推理已經佔咗日常 AI 工作負載嘅90%到95%，企業越嚟越少，自己從頭訓練模型，大部分都係用現成嘅模型做推理，所以真正決定你 AI 成本嘅，唔再係你租咗幾多 GPU， 而係你每產出一個 token 要花幾多錢。呢個時候就要講到 NVIDIA 嘅一部大棋。2025年12月，NVIDIA 用大約200億美金收購咗一間叫 GrowQ 嘅 AI 推理晶片初創公司嘅資產同工程團隊。呢個係 NVIDIA 歷史上最大嘅一筆收購。之前最大嘅係2019年以69億美金買嘅 Mellanox。Grok 有乜特別呢？佢哋嘅 LPU 架構同傳統 GPU 完全唔同，專門為超低延遲嘅推理而設計。NVIDIA 嘅 CEO 黃仁勳喺內部郵件入面講得好清楚，佢話要將 Grok 嘅低延遲處理器整合入 NVIDIA 嘅 AI 工廠架構入面。收購之後 ，NVIDIA 就形成咗一個雙軌產品線。Blackwell 負責高吞吐量嘅訓練同通用任務 ，GrokQ 嘅 LPU 就專攻需要極低延遲嘅即時推理場景。呢個唔係一般嘅收購，而係 NVIDIA 對成個 AI 基礎設施嘅全面佈局。而 NVIDIA 自家嘅 Blackwell 架構本身都展現咗驚人嘅進步。根據官方嘅基準測試數據 ，Blackwell GB300 NVL72 配置每顆 GPU 可以生成6000個 token， 而上一代嘅 H200 只得90個 token。你諗下，同一粒 GPU 新一代嘅產出係舊一代嘅67倍。
雖然 Blackwell 每 GPU 小時嘅成本大約$2.65，比 H200嘅$1.41貴差唔多1倍，但實際嘅 token 產出相差咗幾十倍。最後計落嚟，每100萬 token 嘅成本由 Hopper 年代嘅$4.2跌到 Blackwell 嘅$0.12，跌幅高達35倍。能效方面更加誇張 ，Blackwell 每100萬瓦可以產出280萬個 token， 係 Hopper 嘅50倍以上。呢啲數字話俾你知 ，AI 推理嘅成本正喺度以令人難以置信嘅速度下跌。黃仁勳喺2026年 GTC 大會上面花咗好大篇幅去推廣一個新概念，就係所謂嘅 token 經濟學。佢話而家嘅數據中心已經唔再係傳統嘅計算設施，而係變成咗 AI token 工廠。衡量一間 AI 工廠嘅標準唔應該再係 flops 或者 GPU 小時，而應該係每個 token 嘅生產成本。佢仲講咗一個好大膽嘅願景，佢話未來每個工程師除咗人工之外，仲會有一份 token 預算，佢會再拎出薪資一半嘅金額俾工程師用嚟消費 AI token， 從而達到10倍嘅產出。呢個諗法幾瘋狂呢？但你細諗下，其實好合理。如果 AI token 真係平到接近零成本，每個打工仔都可以有一隊 AI 助手幫你做嘢，生產力真係可以暴升。黃仁勳仲提出咗一個叫做推理冰山嘅概念，佢話 GPU 嘅每小時租金只係冰山露出水面嗰一小截，真正決定你每個 token 成本嘅係水面下面嗰啲嘢，包括 FP4 精度支援、推測解碼、KV Cache 卸載同埋 NVIDIA 嘅 Dynamo 服務層。如果你用嘅晶片冇呢啲軟件層嘅優化配合，就算你硬件規格再高，實際能夠產出嘅 token 都會大打折扣。呢個道理好似買車咁，唔係馬力最大嘅車就最快，你仲要睇波箱調校得好唔好，輪胎抓地力夠唔夠，空氣動力學設計夠唔夠流線型，成個系統要配合得好先至跑得快。而 NVIDIA 嘅佈局仲唔止於 Blackwell， 預計2026年底推出嘅下一代 Rubin 平台，號稱可以將 token 成本喺 Blackwell 嘅基礎上再降低90%。你諗下 Blackwell 已經比 Hopper 平咗35倍， Rubin 再平90%，即係同2-3年前比，可能便宜咗幾百倍。加拿預測到2030年 AI token 成本會再暴跌超過90%，而 NVIDIA 嘅數據顯示呢個降價趨勢已經喺度加速發生緊。呢個速度真係好似摩爾定律喺 AI 推理成本上面嘅翻版。對於企業嚟講，好消息係主流嘅，雲端合作夥伴已經大規模部署咗 Blackwell 基礎設施，企業唔需要自己花大筆錢買硬件，就已經可以享受到每100萬 token 低過$1嘅推理服務。但係我哋都要睇到呢場 AI 革命背後嘅一啲隱憂同挑戰。首先就係地緣政治嘅博弈。美國政府一直嘗試用出口管制去限制中國取得高階算力，但黃仁勳自己都提醒過，如果政策只係阻斷晶片嘅供應，卻將開發者推向替代生態嘅話，長期可能會削弱美國技術標準嘅影響力。DeepSeek V4 同時兼容華為、升騰晶片，就正正係一個值得關注嘅信號。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嘅負責人甚至指控有外國實體進行大規模嘅模型蒸餾活動，但出口管制如果無法同時維持開發者同工具鏈嘅吸引力，短期可能延緩對手取得高階算力，長期卻可能催生出另一套完全自主嘅 AI 生態系統。另一個好容易被忽略嘅挑戰就係物理世界嘅限制。聽落好諷刺，我哋喺度討論萬億參數同100萬 token 嘅雲端模型，但底層物理世界可能卡喺電網、變電站同工程技術人力嗰度。隨住數據中心規模持續擴張，電力、冷卻、光纖、交換器、施工人力同基礎建設全部都變成新嘅瓶頸。NVIDIA 嘅 Blackwell 雖然能效驚人，每兆瓦可以產出280萬個 token， 係上一代嘅50倍，但問題係你要起多啲數據中心先用到呢啲晶片，而起數據中心需要電力合約、施工許可、冷卻系統，呢啲全部都唔係1日2日可以搞掂嘅。所以 AI 嘅未來唔只係軟件同演算法嘅競賽，仲係一場基礎建設嘅競賽。講返 DeepSeek V4 對我哋普通人有咩影響？對開發者嚟講，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當 AI agent 開始成群結隊咁使用開發工具嘅時候，過去單純靠寫程式建立嘅優勢正喺度被重新定價。真正變便宜嘅唔係工程師本身，而係嗰啲可以重複、可以明確描述、低風險嘅代碼生產工作。未來更加值錢嘅能力會係定義問題、拆解需求、設計系統、驗證結果，同埋令 AI 安全咁接入企業嘅流程。而對於一般用戶嚟講，DeepSeek V4 嘅開源特性意味住更多嘅應用同服務會變得更加便宜同容易取得，因為開發者嘅成本降低咗，最終受惠嘅一定係消費者。我哋可以用一個更大嘅視角嚟總結而家嘅局面。2026年4月嘅最後一個禮拜，3間最頂尖嘅 AI 公司幾乎同時出招。Anthropic 喺4月16號推出 Claude Opus 4.7，OpenAI 喺4月23號推出 GPT 5.5，DeepSeek 喺4月24號推出 V4。呢3個模型
代表住三種完全唔同嘅哲學。Claude Opus 追求嘅係編程精度同安全性 ，GPT 5.5追求嘅係全能型嘅 agent 能力，而 DeepSeek V4 追求嘅係成本效益同開源普及。而家嘅 AI 市場正喺度結構性咁分裂成兩個層級，一個係閉源嘅高端付費層 ，OpenAI 同 Anthropic 喺度競爭邊際嘅 benchmark 進步；另一個就係開源嘅激進定價層，以 DeepSeek 為首嘅中國 AI 公司將推理成本壓到接近零。呢場 AI 大戰嘅贏家會係邊個呢？老實講，我覺得冇一個模型可以完全稱霸。Claude Opus 喺編程同寫作方面仲係最強嘅 ，GPT 5.5喺 agent 自主執行任務方面領先，而 DeepSeek V4 就喺競賽編程、數學推理同性價比方面稱王。真正嘅贏家其實係我哋所有用戶，因為競爭越激烈，成本就跌得越快，功能就進步得越快。1年前用一個頂級 AI 模型嘅成本，而家可能只需要1/10，甚至更低。呢個趨勢仲會繼續加速。最後，我想做一個簡單嘅總結。DeepSeek V4 係2026年 AI 領域嘅一個重要里程碑。佢用1.6兆參數嘅 MOE 架構，混合注意力機制、Millra 雲優化器同2階段後訓練方法，達到接近閉源頂級模型嘅性能，同時將 API 成本壓到 GPT 5.5嘅1/7，仲要完全開源用 MIT 協議。佢兼容華為升騰晶片嘅事實，更加標誌住中國 AI 生態正喺度走向獨立。而 NVIDIA 透過200億美金收購 Groq 同 Blackwell 架構嘅35倍成本降幅，正喺度打造一個覆蓋訓練、推理、低延遲場景嘅 AI 基礎設施帝國。未來衡量 AI 實力嘅標準，會由你用幾多 GPU 變成每100萬 token 嘅成本係幾多。呢個時代嘅變化快到令人窒息，但同時亦都充滿機遇。無論你係開發者、企業主定係普通用戶，了解呢啲趨勢都好重要，因為 AI 唔再只係科技巨頭嘅玩具，佢正喺度變成每個人都可以用得起嘅工具。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嘅話，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嘅頻道，撳埋個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通知。如果你對 DeepSeek V4 或者 AI 產業有任何問題同睇法，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交流。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見。